今仔日9月初3是军人节，中营、华航、星宇等等的航空公司向国军来致敬，特别提供好礼款待。只要是现役的军人，都有机会伫一部分的国际航线升顶来坐商务舱，冠上毛相关的优待。讲到早起的10点为止，桃园机场有33个军人收到这份的礼物。 前回写字提好照军人证，有机票，欢欢喜喜来翕相做纪念。因为这个在飞行机是无共款，原来伊是中华民国的现役军人。9月初3军人节，带女朋友坐飞行机，会当免费乘坐商务舱，让我们觉得说，就是身为国军的辛苦跟付出有被受到肯定。而且这次就是眷属有把一些优惠的福利推馈到眷属这边，让默默在背后支持我们的眷属也有感受到这些温暖跟回馈，所以其实真的蛮感动的。 协队成婚了后，廖军官行入商务舱的路线，看起来是真期待。这个军人节，3间航空公司正拄好，拢提供升等的服务，感谢军人替台湾的付出。参像在中营也是立营航空的现役军人，为桃园、上山、高雄出发的国际线航班，就有机会乘坐商务舱。那华航是国际线、区域线航班的现役军人，那报道有好礼，那是商务舱有空位啊，就会使免费升等。另外，星宇航空为台湾出发的 特定航班，若是报到的时有出示军人证来做登记，嘛有机会摕好康。一直到今仔日早起10点为止，尚无有33个军人享受到航空公司的军人节礼物，欢欢喜喜飞往日本、泰国等国家来放假，好好放轻松，再个转来继续守护台湾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